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4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去年教育部接受监察院纠正，未当向学生收取游泳费用，在中央也被编列补助款的情形之下，市府教育局在今年1月指示学校停办游泳课，让学生甲家长无法度谅解。议员陈怡丁认为，游泳是非常重要的技能，会当互囡仔加一点保护家己的能力，所以请教育局找出解决办法。议员陈怡丁指出，依照国民教育法第5条免纳学费规定，目前各中小免学费、杂费、代收代办费，也无游泳课的收费项目。因此，监察院纠正教育部，各中小学未当向学生收取游泳费。教育局去年接到通知，说因为中央无编列补助款，所以停办游泳课，让家长无法度接受。我是接到了一些家长的陈情啊，他说啊。突然就不能上游泳课了，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只是说，基本上都上游泳课啊，那一样都在学校学习。那以前的学生他们可以上游泳课，结果他们现在有些孩子就没有办法上游泳课。那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说，游泳这个就很重要啊，那不能上。那对他们来讲，他们就觉得啊，这个我可能还要再另外花钱去学习，还是要再去外面，他们也觉得很麻烦。如果在学校就能够学习，那这样子他们觉得就很方便，也很好，也可以培养孩子这个自救的能力。那局长，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你说的，我知道现在有的学校已经没在上了。那您说的是有的是1整年的，所以可能今年还可以上。那未来呢？我跟议员报告哈，这个就是我们分成2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持续的会跟教育部体育署这边哈，跟他们要求说是不是可以编列哈足够的经费来支持。那我们市府呢也愿意再提高我们配合款的这个部分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呢，现在有一些学校的做法，这个也是体育署他们建议的哈，就是你在正课里面上游泳课是不可以收费的，但是如果你是用课后或者是社团的部分哈，这个部分呢就可以替代方式，对替代方式。议员陈怡丁强调，上游泳课是为了培养囡仔的自救能力，有实施的必要。但教育局采用停办游泳课的方式应用，请教育局一定要找出解决办法。对此，教育局长回应，除了向中央争取经费补助以外，同时会评估是不是集中补助伫同一个年级，预计伫1个月内恢复。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受到学校减班的影响，造成这几天各中拢无开放教师会。议员吕维英认为，不但无法度保障老师的工作权，也有可能造成教学经验传承的问题，呼吁教育局要有应对策。目前法定国小教师原业编制平均一班配无到2位老师，各中即是一班配2位，但安尼的原业编制无法度供应目前学生授课需求的总节数，造成教师伫编制上超额。而且教育部日前已经发出公文，推动以学生授课总节数来予各中小学校合理的教师原业编制，并提出增加经费，中央愿意负担。李德根只需要配合之前的政策，但台南市竟然恢复无需要，让议员吕维英无法度理解。可以增加了1亿4千多万的预算，我相信你只要提出合理的追加预算，我想本会应该都会通过才对啊。那你放弃了1亿多的预算，结果你宁愿去用代课老师，那你台南市政府教育局你的代课老师的比例也超过了法定的比例啊。你宁愿违法，然后又要去放弃预算，那我搞不清楚你的逻辑在哪里啊？其实跟议员报告哈，我们那个所谓的代课哈，其实那个是钟点教师的部分呐。那在您刚才讲说那个就是我们对于教师的管控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代理跟代课合并来计算。好，那我们的确是去年是没有达到部里面呢8%。好，这样的一个规范，超过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也跟部里面讲过，就是说，它前一年度它是可以控管10%，那我们也的确达到10%，可是它呢10%以下，但是它在去年的12月，
他才告诉我们说104学年度控管比例要达8。那其实104学年度都已经在进行中了。好，那你今年呢？你说的是去年，他临时告诉你是8，所以你的没有。对，所以我们今年嘞，去年跟你讲，你今年。所以我们105年度我们努力的目标也是控管要8%。议员指出，最近这几档高中拢无开放教师竞选，恐惊会造成教学经验传承断层的问题。你若是因为减班，烦恼新进人员变成超夜教师，建议教育局会当利用超夜教师对学习进度较慢的囡仔进行课后辅导，希望教育局唔通为着节省人事经费来牺牲学生的受教品质。但新闻者山林根采访报道。议员区里里上午伫教育局业务质询当中指出，现在家长甲学校的关系愈来愈紧张，是因为教育制度已经出现缺失，少子化影响产生大量代课教师，唔但互家长对学校无信任，也影响学生的受教权。议员区里里透过台南市户籍系统推估，今年国中1年级学生如果全部报到公立学校的部分，有可能无到15000人，等于是需要减100外班。伊发觉教育局为了解决少子化以后教师超夜的问题，会采用晚夜管控的方式处理，也就是学校暂时无聘正式教师，改聘代课教师的手段，但这种方式并无法度真正解决问题。局长，你刚讲到一个重点了啦，哈，你管控教师员额是为了解决少子化以后的教师超额，安尼敢对？这不是像咱的管控预算呢，因为一年多很多部门，像民政局、像社会局，它在管控预算、管控员额，是因为它很多的税入预算还没有到位，所以它可以这样子管控。你这样子的那个少子化造成的学生数不足，造成的这个班级数不足，造成的超额教师，你居然用年年管控的方式在解决少子化的问题，你叫这些老师情何以堪？你想啦，这个老师有了今天，也许没有明天，你想伊会做认真在顾囡仔吗？伊会做认真伫课业点名吗？我们今年现在查起来哈，就是正式国中生已经报到了嘛哈。我们现在正式查起来，我们公立国中的部分哈，是比今年要毕业的国中的班级数呢是少了170班。170班是，好，对。那所以呢，就是170班，如果以每班2师的话，是340位老师哈。那当然有一些是已经就是退休的啦哈，然后另外一些是我们之前管控的这个部分。议员区里里强调，大量的代课教师伫学校已经产生后遗症，甚至和师生关系紧张，家长对学校无信任，认为教育局应该重视学生的受教权，想出一套应对策。但新闻者山林根采访报道。维管大楼的案件日前伫台南地方法院开庭时准备庭，涉案的林明辉等5人首次甲受难家属面对面。但5人否认有故意犯错，互维管大楼受灾户委员会的主委刘怡晨听了以后真歹接受，阁流下目屎。带领着济济遭受创伤、生存落来的维管人，金融维管大楼受灾委员会主委刘怡晨讲起这寡日子所承受的委屈，以及伫咧法庭上看到涉案人的态度，忍不住流下目屎。人说不负责，与我无关，一副就是这个态度。我不晓得他现在还说一句他对不起，有什么意义耶？他有说对不起。林明辉有说对不起，他有对我们的，可是我们说一句实话，你这个对不起，到底是事情遇到了你才说对不起，还是你是发自真心的对不起？你要真的对不起，你当初为什么如此做？115条人命哎，不是一只狗，不是一只猫哎。除了伫咧法庭上官司的长长等待，大楼中间的遥遥无期，也互因感觉真忝。说句实话，我们都好担心一件事，会不会林明辉关出来了，我们的楼还没有盖好？啊？不会他的刑期结束了，我们的楼还没回来呀？会不会呀？我们好担心，我们跟921的人是一样的。我们的家人回不来了，他们都在逃避责任。
他们完全都没有刑责，他们都没有关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受灾徛户表示，因唔捌法律，法律也无保护受灾户，连申请补助也拢困难重重。希望市政府将条件放宽，互较济受灾民众会当申请到善款。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台南亚太国际棒球中心新建工程委托设计案，经国内外5间优良厂商参加竞图，目前进入评选阶段。市府邀请9位专家学者担任评审委员，评选出有国际观，可以当代表台南精神的大型新建工程。台南亚太国际棒球中心是市府新10大基建计划当中6大指标建设之一，也是台南市第4个国际型标案。未来落成了后，将成为台湾棒球教育重镇，也是国际上真侪大赛指定用地。为了慎重起见，市府邀请国内外9位专家学者担任评选委员，要来选出上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25号，伫台丽致酒店颁发聘书，感谢评委的辛劳。整个台湾棒球的历史，台南市应该是占据的最重要的一页。称呼台南市为棒球城市，一点都不例外，一点都不意外。因此呢，我们这个建筑我们希望能够彰显这个城市棒球精神的这个价值。棒球是台湾的国球，不仅仅是台南市的市民，那全国的民众对棒球的运动都非常支持。但是呢，面临国际上的竞争我们也希望台南市呢能够尽一己之力。因此呢，我们想要盖的这一个亚太棒球训练中心，是一个国际级的、有国际水准的棒球训练中心。那还没有盖完哦，还没有真正开始盖。这个球场已经被世界棒总的理事长指定为未来世界少棒赛的比赛基地。市府透过国际争夺活动，去引真侪优良厂商来投稿，希望会当选出具有创新的设计，为台南打造新地标，也会当成为选手育成中心，让台南市伫国际上发光发热。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休困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汽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头一摆买机车的族群，一直拢是各大机车厂商积极争取的主要人客之一。24号上午，雅马哈山野机车特别选伫台南举办新车发表会，要互经销商以及台南的民众首先欣赏今年拍头阵的新车。这台有5种无同款设计的机车 FS， 是厂商今年推出的第1台新款机车。除了充满运动风格外形以外，有超大的车厢空间，以及加强避震功能的氮气瓶，加强安全性的180米的浪花碟，也有轻松停车的卡拄仔。厂商表示，这台全新的车，就是希望让第1届买车的人会当拥有一台好车。这个 FS 这台是雅马哈今年针对年轻走购族群所开发的一台车子。那兼具个性及运动的特色，那有个性
便利、快速、小钢炮之称。那整个上市活动搭配的赠送全方位双龙险，以及我们南区云嘉南4县市在上市期间有赠送智慧蓝牙手表的搭配活动。那希望我们云嘉南的好朋友能够多多来采购这台车。现场也来了云嘉南3个地区的经销商，做伙到现场欣赏这台全新的 FS。即马开始到6月底进前买车，拢会赠送全方位的守护险，要互买车的人更加安心有保障。台联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聋哑关怀协会24号下晡举办一场送米送温馨的活动，其中立委叶宜德拿募集半数的物资，并亲自到现场，甲这个朋友收益互动，场面非常温馨。台南市大约有1700位听力障碍者，其中大约有一半是伫个聋哑关怀协会登记，并且定期举办送米活动来照顾这个人。第24号活动，立委叶宜珍也到现场，亲手甲募集到的米赠送互因。协会也赠送顶面写着“爱无止境”的感谢状。委员更加伫现场学习“爱无止境”的手语，互所有的人拢非常的欢喜。今天一共有将近1000呐，哈，将近1000包米要发送出去了哈。我大概帮他们募了600至800了哈。那但是呢，这个帮助他们一点，其实非常的微小微薄，只是借由这样的抛砖引玉呢，希望有多一点人关心他们我们至少可以帮助他们来加入这个协会，能够有比较有团体的力量来协助他们或帮他们发声哈。那协会的总干事是一个老师，让我觉得很不容易。他不是聋哑人士，但是他就愿意帮助他们，协助他们。那我希望整个社会都多给他们一点机会，所有的弱势都需要你给他们鱼竿。我相信，其实你给他机会，他的表现并不会太差。这届送出的主要物资是将近1000包的白米，立委叶宜珍也甲社会上的善心人士募集超过半数。听力障碍者因为听无，多数拢无法度得到稳定的工作甲生活。立委表示，希望透过这届活动，互更加侪人会当伸出援手来帮助因，互爱无止境。台联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一般视障者是要顺利进入这场，目前也是以乐龄为主，所以劳工局嘛持续规划乐龄的这份课程，同时为着让学员有更加专业的竞争力，为去年4月份到今，经过1冬的培训，25号下晡总算结束训练。对此，劳工局长嘛到场为学员鼓励。同时体验校园的功夫，希望社会大众给因上大的支持。伫所劳工局所委托的丙级证照班当中，培训时间需要1冬1600点钟的，就只有视障朋友的乐龄课程。所以伫结婚的日子，除了颁发庆下奖、最佳服务奖等肯定，伊嘛免费替社区朋友来乐龄，接触展现因专业的功夫加耐心训练的成果。开始对视障朋友来讲，要找头路，敢若也是以乐龄为主。毋过伫5冬前开放一般人买当从事乐龄以后，互因的处境更加困难。所以劳工局长特别到场，互因上大的鼓舞，嘛以具体辅导因未来就业，甚至帮助因想要家己开业的设备。在座各位一样，你如果把这一技之长写完之后，我们能够踏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大步，能够服务大家。以后我希望说，每一年都看到在座的各位好朋友能够受到大家的肯定，能够得到模范劳工。对着学员来讲，会当通过证照考验只是第一关，日后的就业才是重点。所以嘛，互拄好今日生日的学员下愿，希望会当有一天市府来成立视障乐龄中心。第一个，丙级按摩班
以及在职训练班一定要持续每年扩大的继续办下去，因为按摩市场已经开放了，竞争真的越来越激烈，我们急需劳工局鼎力的从旁协助。第二点也麻烦科长、局长能不能在政府公部门有没有闲置的空间，共同跟我们按摩工会共同创办比较大型的视障按摩中心。我们让外国的朋友来到台湾，不是只有尝美食而已，我们要让他们多体验一下台湾真的按摩技术不输给泰国。我们共同把我们的台湾按摩技术推展上国际。历年甲一般行业拢同款，会当当做事业来经营。马兰德何志群自信满满学员，伫遮找到人生新的方向。但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歌手艺术协会推展全民优质化运动，到达已经14天的时间。5月1号，因将要办理第1000场纪念公益演唱会，邀请大家烧酒来欣赏。第1000场的公益纪念演唱会，感恩回馈之夜，由宋庭轩老师亲自带领侪爱唱歌并认真研究唱歌技巧的民众。做伙伫台顶，要用上优美的歌声关怀民众的心灵。遮尔丰富多元的节目，亲就着议员林美燕、李宗成、蔡玉辉、詹培雅的支持甲娱乐。宋庭轩老师也鼓励大家做伙听歌，来互心情平静。感受到大家的成长跟进步，能够为社会、为咱的社会来带动一款真祥和的这个氛围，嘛甲咱的文化做提升。所以1000场的到来，我身为理事长，我非常感恩。所以要回馈长久以来对阮支持甲鼓励的各个单位、各个社会大众，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那这一场的演出呢，我们也是以台湾歌谣为主轴，让我们融合了有独唱、有对唱、有我们的多重的三重唱，还有我们大合唱，以和声的方式来进行。这里面我们配合了舞蹈，配合了书法跟太极拳等等的元素，希望能够让大家耳目一新。5月1号将要办理第1000场感恩回馈公益纪念演唱会，邀请大家做伙来文化中心嘉义广场欣赏美妙的歌曲。咱新闻网采访报道。德法万象文物展展出中国汉朝、晋朝到现代道教、佛教、信仰文化珍藏文物，甲台湾民间定定举行仪式的佛牌文物。29号开始，将伫延平文王祠地成宫文物馆举办，欢迎民众前来欣赏。3、2、1。由市长赖清德、文化局长叶哲山、天坛董事长丁贵宾共同甲幕，德法万象文物展正式展开。现场文物跨越真侪朝代。上届具有历史意义的，就是老祖像、甲元始天尊坐像，以及三观大帝等道教文物，收藏超过400多件，非常珍贵，值得市民前往参观。大概台湾有史以来啦，对这个道法这个展览，因讲上界完整，而且呢，因讲是上界照的啦，真欢迎咱台南市市民有闲一定爱拨落宝贵时间，大家来了解看卖。因为咱今日展览，咱的生活息息相关道法万象这实在是足珍贵的。咱所邀请展览，除了有咱在地天坛这遮尔啊珍贵的这个文物之外瓷圣这差不多是一个本身收藏非常侪文物，伊会当伊所收藏的已经有资格成立一个博物馆。这届展览为29号一直展到10月2号，展出的文物拢是非常珍贵的珍藏品。主办单位甚至投保将近1亿，就是避免发生宝物被偷窃意外。市民朋友会去把握机会到现场观赏道教珍藏文物。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
明仔是西份短暂好的天气，温度25度到30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3级到4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4月2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